大家好，我係 KK，而家會同大家分享中醫知識。首先多謝榮川愛心基金嘅贊助，同埋中醫機構寶順堂，同埋張玉如中醫師協助製作呢條片，等各位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如果對內容有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地方，建議你去諮詢專業人士啦。今集講解嘅係氣、血、津液。就中醫嚟講，人體最重要者有三，分別係氣、血同埋津液。氣係維持身體自主活動嘅能量，例如心臟自主跳動，胃自主消化。如果氣不足，胃嘅消化功能就會變差，會引致胃痛，即係氣不足啦。血係為身體提供營養，如果血不足，會令到視力模糊，或者會有肌肉痠痛、僵硬或者腰痛等等，咁就係血不足啦。津液係幫助身體運作順暢嘅物質，若果津液不足，肘部、肩部等等嘅關節就會痛，皮膚會變差，咁就係津液不足啦。啱啱講嘅氣、血、津液都係好重要，咁三者之間又有啲咩關聯呢？以煲湯為例，食材就係血，水就係津液，爐火代表氣，將個煲擺喺個爐上面，放入食材、水，然後煲佢。最後一煲好好味嘅湯呢就出嚟啦。三者都好重要，缺一不可㗎。如果冇咗任何一個，身體就會出現問題。最後要講嘅係，如果中醫診症之後話你氣不足，唔好以為係西醫講嘅唔夠氣。診症之後話血不足，亦都唔好誤解為西醫所講嘅貧血。完全係兩回事嚟㗎，明唔明呢？再見。